今次練習，我哋會透過凝視大自然中嘅小事物，練習專注、安定同純粹觀察。你可以喺公園、樹下、山徑、海邊，或者任何有自然元素嘅地方進行呢個練習。請選擇一個安全、舒服，可以停留一段時間而唔會被打擾嘅位置。今次練習邀請你揀一件自然物件作為凝視對象，可以係一片落葉、一塊石頭、一節樹幹、一朵花、一棵草、一塊貝殼，或者任何由大自然形成嘅事物。請以尊重嘅方式去觀察，唔需要採集或者搬動大物件，盡量唔好打擾自然環境，亦應該避免影響昆蟲、小動物或者植物嘅生命。你可以用少少時間由身邊選擇凝視嘅對象。如果你需要更長時間去尋找，歡迎你先暫停錄音，揾到之後再繼續聆聽引導。如果你已經揾到自然物件，你可以暫時放佢喺旁邊。或者你可以喺佢旁邊嘅位置安頓好自己。我哋會先安定身心，將注意力帶返到此時此刻。可以選擇坐姿或者站立姿勢，俾身體或者雙腳感受地面。膊頭放鬆，雙手自然垂低，保持自然呼吸，唔需要刻意調整。雙眼保持柔和，你亦都可以選擇合埋雙眼。如果你頭先合埋咗眼，依家可以慢慢打開雙眼，保持視線柔和，望下呢個空間，感受光線同遠近嘅景物，再感受呢個空間嘅聲音、震動同空氣嘅流動。然後慢慢將視線帶到你選擇嘅凝視對象，簡單咁觀察一下佢，感受佢大概嘅形狀，以及佢喺呢個空間整體嘅模樣。如果可以，請你將佢放到手心，攞近一啲去觀察。如果你無法移動佢，咁你可以向佢移近少少，縮短你同佢之間嘅距離。視線可以沿住佢嘅輪廓、邊界或者外形細心掃描。
然後再留意佢表面嘅細節。你可以將佢視為由好多細小部分組成，逐個部分去觀察佢嘅顏色、紋理、材質、光線，只係用你嘅視線去觀察，唔需要去觸摸佢。再移動到去下一個小部分，慢慢重複觀察，唔需要刻意尋找呢啲細節。當你放慢去觀看，細節就會自然浮現。如果喺過程中你嘅注意力飄開咗，咁係好正常嘅事。你只需要將注意力帶返到凝視嘅對象上面。慢慢將視線變得柔和，放開對細節嘅觀察，但繼續將你嘅注意力放喺凝視對象上面，有意識將呼吸融合到凝視之中，吸氣，感受視野打開。呼氣，感受眼神放鬆。而家，請你合埋雙眼，無論有冇見到任何視覺殘像，請繼續凝視你腦海入邊嘅觀察對象。而家慢慢打開雙眼，再次用柔和嘅視線凝視觀察對象。跟住嘅幾分鐘，安靜停留喺呢個自然、毫不費力嘅觀看狀態。如果你想延長呢個凝視練習，你可以除低耳機，繼續專注。如果你選擇結束今次嘅練習，可以將感官慢慢帶返嚟呢個空間，輕輕喐動身體，返到當下。感謝身邊嘅自然物件為我哋提供練習機會，再將佢哋歸還到原處。自然沉浸嘅練習到此，願你享受同環境連結嘅純粹狀態。